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用可變電阻嚟控制壓電式蜂鳴器嘅發聲頻率。首先，我哋攞一個可變電阻出嚟，將佢三隻腳分別插喺麵包板嘅 B1、B2 同 B3。之後，我哋攞一個壓電式蜂鳴器放喺側邊，留意反佢嘅引腳，左邊呢字係正極，而右邊呢字就係負極。我哋將蜂鳴器嘅正極對準插喺 H1，負極就插喺 H3。跟住由 F1 駁一條線去 Arduino 嘅 D10腳位，跟住我哋駁負極，由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駁一條線去 Arduino 嘅 GND 腳位，之後駁可變電阻，由 E1 駁去 F3，跟住 E2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。好，硬件嘅電路駁線就全部搞掂晒啦。跟住我哋打開右上角嘅程式碼。呢段 code 嘅重點係透過 analog read A0 讀取可變電阻嘅電壓數值，然後利用通函數將呢個數值轉化做聲音頻率，直接傳送去控制蜂鳴器。check 完個 code 冇問題，就可以點擊開始模擬。你睇，當我哋去扭動粒可變電阻嘅時候，隨住數值改變，蜂鳴器發出嘅音樂聲就會即時變高或者變低。呢個好玩嘅音調控制就係咁簡單。大家快啲跟住試下啦！